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3月2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2篇，约书亚记第4章14节到24节，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6节到1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推荐谁。对于看得见的对象，总是觉得比较容易被接受、相信。这也是台湾民间宗教为什么非常兴盛的原因之一，因为无论是什么牛鬼蛇神，总是可以做个什么偶像来让人家看见摸得到。至于那个看不到的呢，就需要信心来面对建立了。这也难怪这个希伯来书呢，对于信心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诠释：信是未见之事的切据。耶稣基督也说，那没有看见而信的有福了。约书亚他继承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呢过了约旦河。虽然他们取了约旦河当中的石头竹坛献了祭，但是那一位看得见的约书亚还是比较被以色列人接受也上帝的允许尊他为大领袖。还好呢，他们经过解释，以色列人知道明白那是上帝的恩典，并且献上赞美。约书亚记第4章14节到24节，那一天，上主使以色列人民都遵从约书亚为大领袖。从那时起，约书亚跟摩西一样，终身受人民尊敬。上主吩咐约书亚，命令那一些抬着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上来。约书亚照着做了。祭司们一踏上河岸，河水又开始流通，跟先前一样涨过两岸。正月初10，人民过了约旦河，在耶利哥东边的吉甲扎营。约书亚把那从约旦河床取来的12块石头立在那里。他对以色列人说，将来你们的子孙问起这些石头是纪念什么的，你们要告诉他们，以色列人曾走过没有水的约旦河河床。上主你们的上帝使横在你们前面的约旦河干固，直到你们都走过去。正当他当年使红海干固，使我们走过去一样。由于这件事，天下万民都会知道上主的能力强大，而你们更要永远敬畏上主你们的上帝。前不久有一位牧者同工呢，被人家指出他对金钱的不忠心，而且被这个教派的大会主教要求要离职。虽然很多人都说了教会跟牧师都有自己的说辞是的，我们也似乎不太方便去判断是谁对谁错。但是有一件事情其实是确定肯定的，一位忠心的主仆一定不会说我要让你们的教会关门。哎呀，难道他忘记了教会是上帝的吗？怎么会被要求离开就说要让教会关门？难道这位牧师比上帝还要大？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6节到15节，保罗就这样子说道。所以我们常有充分的勇气，我们知道只要还住在这身体里，我们便远离了主为我们预备的住处。因为我们活着的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眼见。我们有充分的勇气，情愿离开这地上的身体，
跟主一同居住。更重要的是，无论在这地上的身体里，还是穿在属天的身体，我们都要讨主的喜悦，因为我们都必须站在基督的面前，受他的审判。每一个人都按照肉身的行为，或善或恶，接受报应。我们既然晓得怎样去敬畏主，就以此劝导人。上帝完全认识我们，我希望你们也从心里认识我。我们不是想再向你们推荐自己，而是要你们觉得有理由以我们为荣，好让你们有话回答那一些只重视外貌不重品格的人。如果我们真的是疯了的话，那是为着上帝的缘故；如果我们神志清醒，那是为着你们。基督的爱支配着我们，因为我们明白一个人为众人死，也就是说众人都死了。他为众人死，为要使那一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那位替他们死而复活的基督活。我们看到保罗的信仰是非常的清楚，他所要推荐的是基督，是上帝，不是他自己。保罗他经常的提醒自己，他要夸耀的是自己的软弱，因为他是属主耶稣基督。这才是一个真正忠心主仆的样式，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典范。诗篇32篇，罪恶蒙赦免，过犯被宽恕的人，他是多么的有福啊！心里没有诡诈，不被上主定罪的人，他是多么有福啊！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哭泣，身心疲乏。上主啊，你日夜惩罚我，我精疲力竭，像水汽在圣暑中蒸发。于是我要向你承认我的罪，我不隐瞒我自己的过犯，我决意向你们陈明一切，你就赦免我所有的罪。因此所有虔诚的人都要趁你可寻找的时候向你祈求，洪水泛滥的时候就不至于被淹没。你是我藏匿的地方，你一定会救我脱离灾难。我高声歌颂你的拯救，因为你维护我。上主说，我要指示你该走的道路，我要教导你，时时的规劝你，不要像驴马那么的无知，必须用绝环系头管束才驯服。作恶的人一定会遭受许多的痛苦，信靠上主的人却有慈爱环绕他。义人啊，要因上主的作为欢喜快乐。所有正直的人啊，你们都要欢呼。恳求上帝帮助我们谦卑自己，谨慎地活出基督的样式，让人看到的不是我们自己，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因为我们推荐主耶稣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